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4月2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14节到24节。撒母耳下卷第6章第1节到15节。路加福音24章第1节到1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祝福。人总是真爱这个喜事啦吼，较无介意讲到歹消息。当大卫迎接这个上帝的约柜，来倒转来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路中，发生一个真凄惨的代志，就是大卫的仆人比拿达的囝乌撒甲这个亚西伫这个川路的中间呢，来拄着约柜起车去的事件。虽然已经得到提醒甲警告，这个乌撒却犹原出手去扶持这个差一点就车落来的约柜。这是载约柜的牛车。因为安尼，伊来丧失性命。有真侪人认为讲，乌撒只不过是好心担心这个约柜得要起倒车倒，所以伊就出手来扶这个约柜。为什么上帝就安尼来受气呢？其实这个悲剧是一个一连串的错误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嘛值得咱来思考甲反省啦第一个，根据犹太人的规定伫民数记第4章第11节到15节的经文甲咱讲，约柜若要牵线，拢必须爱对这个利未人互因来扛，毋是用牛车来运载用牛车来运载，其实是非利士人当初是伫咧规行约柜的时阵所做的代志，所以基本上是不敬啦撒母耳上卷第6章第1节到第9节的记载就是安尼。这对上帝实在是无尊敬但是呢，真可惜的是，大卫甲以色列人却犹原用非利士人对待约柜的方式，就是用牛车来载。因可能认为讲我着用一个新的车来表示安尼真尊敬安尼但是这并毋是上帝吩咐因所应该做的事。所以对伫上帝的事来讲，咱毋通随便，毋通凊彩，毋通看轻上帝的规定，安尼做是袂受到祝福。至到这个乌撒为什么会死？当然，咱无解清楚真正迄个原因但是知影讲，伊除了违背上帝的命令以外呢，可能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动作，因为用车载搁伫过溪嘛伊无愿意听警告，所以伊就互家己陷入伫迄个危险，然后来丧失性命。将无偌久伫三峡满月园有一个进前的科技公司的高级主管，伊家己去爬山，佮拄着迄个天色无好天气无好呢，就几工了后就去互发现已经死亡。咱袂当因为安尼来怪讲
即个天公伯也无好，还是讲即个天气哪会安尼，还是讲安怎吼？我相信听讲即个人是时常伫爬山，所以伊对爬山即项代志应该是有经验的。伊嘛应该知影家己一个人爬山是危险的。通常会去爬山的人会拢差不多会去查天气的状况。伫天气无好，佮家己去爬山，对一个有爬山经验的人来讲，伊是知影迄是危险的。如果乌煞的代志是亲像即种的情形的时阵，咱要会当怪讲上帝受气，无有慈悲怜悯呢？代表伫乌煞的事件了后，就惊着啊！真可惜，伊无伫迄个所在来自我反省。是毋是我做倒位做毋对，用牛车还是安怎？伊反倒转着惊了，将约柜当作是大衰的事件，所以大必就无欢喜，然后就毋敢将约柜接倒转去，却下命令将约柜运到俄别伊东的家去。上帝的约记怎会是大衰的代志呢？只有对抢夺这个约柜的外邦非利士人，以及无遵守上帝命令、无看重该做的事的人，圣经甲咱讲，迄一天大必惊上帝，就讲我现在怎样敢将上帝的约柜运来呢？所以伊就决定无要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是对北条路将伊运到迦特人俄别以东的厝呢。约柜伫俄别以东的厝停留3个月，上主赐福互伊甲伊的全家。约柜既然是代表上帝，就应当是代表上帝的赐福才对。俄别以东的家庭，就是因为接纳着上帝的约柜来蒙恩，来得到上帝大大的赐福。这个互这个大必对伫约柜的看法又搁改变啦。伊可能想讲，我是以色列的王啊，哪会当互我的仆人比我搁较得到福气呢？我着爱赶紧将约柜运倒转来耶路撒冷我这个所在来。圣经讲，大必王听讲上主因为约柜的缘故，赐福互俄别以东一家人，甲属伫伊的一切，就用隆重的典礼，就对这个俄别以东的厝呢，将约柜来接到伫耶路撒冷。跟上主约柜的人才行6步，大必就叫因停落来。伊向上主献公牛甲肥的精生来做祭。大必只就伫约下一个弥西以弗得伫遐跳舞，荣耀上帝。伊甲所有以色列人拢欢喜来找和解，将上帝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咱会当看到大必的改变，对伫这个牛车的运载约柜，到伫用人来跟上帝约柜，并且伊用隆重的典礼来迎接上帝的约柜。这种的改变，互大必成做一蒙上帝有欢喜甲赐福的人。蒙福的人是看重上帝的旨意，看重上帝的代志，无随便行事、凊彩行事，无追求家己的利益，凡事追求顺服上帝的旨意，跟对上帝的脚印来行，
安尼的人才会当蒙福，得到福气。特别伊伫发现家己做毋对代志了后，伊就真紧张，马上来改变，来悔改，来悔改，就将上帝约柜对后壁一动来迎旨倒倒来，将上帝祝福送互别人，伊真紧就反悔，所以伊将上帝约柜迎旨转来到耶路撒冷，就成做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人。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12到24节，着感谢上主，因为伊是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线到永远。14节讲，上主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学乐，伊甲我解救。伫上主子民的布片内有凯旋的喊声，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上主的正手举悬悬，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我袂得到死，会活落去，通讲起上主的作为，上主严严管教我，总是无互我抵到死。甲我开公义的门，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这个门是上主的门，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上主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起厝的师傅所去杀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这是上主的作为，咱起来。看起来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咱着欢喜着庆祝。感谢上帝，也互阮会通对大笔甲乌撒的事件来学习，着看重上帝的旨意，着注意上帝所交代的。互阮会通愿意顺服上帝，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